开始下午3、5行3公里学到公，再公，3公，分到公，再公，3公。 请讲师慈悲前道公，分道公。讲师好，讲师好。 咱今天回到地堂上，太在意入小强教论语呢教论语这本册完全是讲咱人生的过程，咱人生的受用。在这个世间要安怎来融合咱的人生？ 咱来这个世间，卖空空走的，空空来，会当拿一大份，上有光，下有电，安尼呢，才当培养好，未来的社会，未来世界转变，咱当然在打这个因为。 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太险恶，咱若人生把握准，人生把握好势，足容易受感染，所以呢，这就是足危险的所在。透过这个观天道，上天的慈悲，就当咱思维，佮互咱。 当纪见性，还要回归咱故乡面貌，这是咱这世人最伟大的所在。但是这世间，咱唔知要来甲想，毋是趁足这个钱，就是足价值，毋是足好业，毋是地位足悬，就是足价值，毋是子孙，就是足价值。 咱来了解，心无刚强，心把情别，品行端正，有咱人生的要务。所以咱透过这个研究，会当慢慢了解，是安怎人圣人会先圣人，咱永远做凡夫，人伊袂对落落咱永远对落落。 这个就是原因，伊个我行个捌曾经来甲想，想讲偏偏做人，咱才真艰苦，咱偏偏做人，伫咱妈妈的腹肚内，10个月出世，通带过了快乐，咱才真来，这个原因，所以就会透过经典的研究，咱去体会。 进前咧，把进前回咧，咱讲到怎个识别，我今日就对这讲起。太宰因见公主得言，太宰这个人，这过去是一个大官，这个大官，因大官咧讲到转来靠知识，并不是智慧，是靠知识，看到有靠了解。 丰富的行动力，进一步会讲万事通，行动会通。伊就讲，看到方胜利的行动会了，以为这样就是以诚胜我。以为讲方主呢，方老主呢，遐高，伊就是诚胜利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的前提。 这是有知识，看到眼前尔，无看到
无烦的所在。所以，孔庆龄的人讲，人无远虑，必有天忧。所以，伊无想去，看到事情的代志，所以伊完全继续来做。所以主讲呢，就分开来回答。这个太赞呢，是讲孔子讲到，伊是圣人啊。那么主讲孔子呢，对于孔子的身边，咱后一个来读比较了解。人咧讲孔子外口安怎拄安怎主讲拢给辩论，感觉讲人毋是牛就是圣人，只要修炼的心，要修炼的心。所以呢，主讲就来分别，分开来回答，有道理呀，即个有显示了，道理甲性并无直接的关联。足够的毋是啥物圣人，所以孔圣人讲一句讲君子不器，君子不器，但是君子不器，并毋是不器就是成圣人。咱就渐渐咱慢慢去甲体会，就在人生这个过程的，咱慢慢去甲体会。我一句话讲，道人不足以成圣人，道人是成为圣人。孔子之言被海太赞扬，伊是圣者的话啦。孔子咧讲的话，伊就从这太赞呢。咧来讲是圣人一句话就唔歹，摕来讲，只就下句何其道理呀，来做解说道理的言讲，来解说讲伊是安怎道理，这样是不足以为圣，就是讲我其实我毋是圣人啦，我有了济，我了济，我毋是圣人啦，那么我了济，并也毋是圣人的条件，是以道理自己的意思，伊家己承认讲伊是道理。孔圣人是共人家来学了，讲无学不厌是搞不惯，主讲安尼来讲啊，有处圣人哩，自然生活即无，我学不厌是搞不惯，主讲甲讲啊，学不厌即地，搞不惯即人，人请地有处必成。你讲我是。学袂啊，也毋捌人毋捌问我，要我教你是安怎做。所以呢，主讲讲，你学袂啊，就是地位，你搞不惯，就是有真主。人请地有主已经是圣人啦，讲圣人呢，主讲甲讲这种啊点去，三千地主主讲是言，摆在道言，不做。言语的时间来去主讲，所以伊是来地主，德行、难言、民主、检点、并用，这四个人德行，言语知我捌主讲，讲话就知我捌主讲，证书也几路，证书就几路就是人，因两个做证书，主语甲主下。文学呢，孔子三千弟子，若文学上好的，是主要甲主下上好。所以呢，伊解说道理的言讲，正是不足以为圣。解说道理的原因，正是无足以为圣，家己讲我是圣人。以道理自己的意思，伊讲我是会晓，认真会晓安尼是。所以肯定太宰认为他所道理的看法是对。孔圣人嘛，肯定这个太宰呢，也知识观，认为伊道理的看法是对。所谓太宰以我，所以伊大感觉也心得讲太宰以我，太宰嘛重要解我，为正如。变分别讲，以我讲以天后，伊一句的意思，不要包括迄个意思。
但是呢，这个太赞伊并不是讲倚天哦，讲圣人伫宪文第14章内面，讲以我讲倚天哦，真正了解我的人，天知尔，因为伊是地神天命啊，所以天知会得到什么情形啊？是因为地理智慧啊，因为讲交易上地理上了解的就是安尼上天尔啊，所以咱真咧学道，咧修道，咧做人，咱若讲无人惯啊，有较强烈我是之类讲，咱摕钱去甲乌西，做官去甲乌西，伊毋甲收，伊讲袂要紧啊，你收去啊，也无人知啊，讲上少4个人知，你若讲无人知，袂使做钱，袂使。伊讲啥知？你甲我尔，而且啥毋知？伊讲第一，你知我知；第二，天知地知。伊讲朴素知，而且4个人知，所以伊甲是咱伫做成咱的一举一动，就是天知地知。然后规程第2章，孔子曾经讲，死三别。伊也去白是我书无暇，时间300章孔子三思书定理啊，将时间删除300章，内面的意思就是讲要互咱思想有邪念，咱一个人咱的思想有邪念，伊就知影。所以咱一定要足注意，人甲讲讲言静、心静、行静，爱三静，行爱做正，讲话也正，生活也正，爱做也正，安尼咱逐个为行，所以是因为地理智慧，所以因伊家己知影这个。孔子少年的时阵，家境贫穷，为了维持生活，曾经替人管到真苦，翻涌如马子，拥有之术。孔子少年时代，为了维持因的家庭的生活，曾经替人去共过真苦，去共饲羊饲牛的代志厝家为批书，这拢是下贱的工作，足一地的工作。可知他的道理是环境因素，甲自己深入学习做成。可知影讲，咱而且了解讲圣人呢，伊的道理是环境的因素造成的。甲伊家己认真学习造成的。讲到这，但是我虽然也是要读书，但是呢，足困难伫家庭足困难当中，我也是讲爱足认真，无认真无法度。人讲地位得广，是会得广，要改变，要改变，一定爱认真，无改变无认真，绝对无法度改变。所以咱了解这求道有真理来互咱效法，有圣言做咱的目标来甲咱引进。阮就咱读地爱认真学，后一真呢，毋通伫地下去轮回，这才是上重要。不过圣不在道理，不在道理。不过圣人是讲足够，但讲足够，而道理也不一定有民间。道理嘛，毋是一定民间达道理。就讲出身富贵，而道在道业。就讲伊出身富贵，伊文人的囝，就讲是文人的囝，伊出身足富贵，但是伊嘛是道在道理啊。尽管道在，尽管道理不一定成为圣人，尽管这个道理不一定是成为圣人，但若是君主
所看到，但是君主呢爱情就好，何拢会晓？讲咱身为办道人员，也会晓做上下礼，也会晓讲三宝，也会晓讲道义，也会晓讲经典，也会晓来讲来家庭访问，项拢爱会晓。所谓君主倒好在不得了，这个《论语》内面孔子那来讲，君主倒好在不得了，伊有讲济吗？无济，因为孔子一用是得了，孔子一用是足认真学，足认真学，学大人会晓。有人讲孔子因君主并无名言。有人讲迄种呢，孔子因有诶，君主并无名言，君主诶病，君主诶不足点就是有名，无足够。君主既然以无名为病，自然应当崇尚有名。君主呢，既然以无名为病，那么就应该崇尚有名，应该是研究，应当崇尚德廉，应该大行会晓，以性偏官，君主不欺，以性第四章，孔子在经讲，君主不欺，君主袂使成一项欺负名，欺骗之用途，往往局限在某种的范围内，君主的这欺骗的用途呢，往往是局限伫某种的范围内，即是讲。后仔是干那缀茶尔，人啊干那缀物件，缀迄落物件是缀水不能实现各方面的功用，我当实现各方面的功用。而君主必须担当各方面的任务，君主呢爱担当各方面的任务，安静就是君主的典范。所以当然讲。所以需要德廉，所以来需要德廉。只有我不是国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在讲，孔子不是国的有诶。孔子教学问是为了家己的学问，并不是为了要去比是什么，也不是为学问来做工作，去做功名。孔圣人写捌字。是要摕了这个学问，来做伊工课的功夫，来求取来了解。咱今日学真理，是要今日去敬天三位目的，来了解我人生该安怎行，安怎做，这条路才会顺遂。后日才免对着伫甲去轮回，这是一种意思，也是互而且搁再来点。注问：我有啲何在？無啲啊！要庇護我，空空如也。我可以兩端而結嘅。講你大人講我做牛，我真正有做牛嗎？我真正有做牛。伊家己咧講的，其實我並無什麼了不起的意識。根本我呢，其實呢，我並無什麼我了不起的意識啊。有一個鄉下人來問我，有一個講較下講，一個草地人唔捌字啦，三個來問我，我真興奮會反覆隨口來詢問伊的問題正反兩面。我真興奮來甲伊問講，你到底問這問題是什麼原因來問？你是發現着安怎樣來問這個問題？四種分法，開始是安怎樣？終結是安怎樣？本是安怎樣發現？這樣對伊的問題了解徹底之後，可以
为了解伊要来问即个问题，得个之后，伊才尽伊所知来讲。是因为咱对一个新父亲要读一个人，咱要了解讲，我是要安怎咱为了互你来辅导，要叫你来咱会当讲出这个原因，我想讲安尼对无？真心有来就那是有来学道，有来研究，咱就空做走就有影，咱几年以来。70岁、70、80岁人，8到10岁人，到这个时阵，无研究道理呢，通会做无咱啦。头脑无用啊，一个拄看电视看到目睭歹，拍迄个手机啊，拍手机拢偏偏，这对咱身体拢歹。这种的种子呢，是孔子自谦问知，甲慧心有关的。这种的意思是孔子呢，家己添下，我无影了，我无了解偌济啦。甲咧讲袂善袂雅，伊毋捌来问我，我就尽量将伊的态度来解说，我了解。是在孔子当时呢。因问下众弟子姚廷师大夫甲国君，孔子的当时呢，伊问下弟子呢，甲姚廷师大夫甲国君呢，以及国内外远近闻名，二种无孔子学问道德的人，迄时阵大家都足了解讲孔圣人呢，是一个万事通了不起的人啊，什么代志、什么事情，他都晓得、都了解。过去问未来拢会当了解。所以有什么心中有什么怀疑、什么疑问，无一项无向孔子请教，人拢来向孔子请教。而孔子呢，总能就伊所知，为他人做适当的解答。而孔圣人呢，总会当将伊所知影。为因来做适当的解答，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孔子，孔子的学问渊博地位，在当时的人拢认为孔子的学问真渊博真深真化好啦，渊就是深渊，地位无穷，地位叫地势。知识是不同的人，地位是不同来，伊地位无穷。实际上，一个人的见识有限，讲到转来世间，若无透过真理的研究，一个人的见识是有限天下学问知识不可能样样都通天下学问的知识不可能逐项拢会通所以孔子呢，孔子在自谦，我有知我才有知所以孔子呢，家己添下来讲，我有知影足济吗？唔知孔子并假设有票来问，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咱就讲一个聪明人、用下的人来问伊一定竭尽所能的解答。伊个问题，孔圣人呢，一定想尽办法，就尽了伊所能的问题来解答这就是诲人不倦的精神孔圣人呢，伊就是该生命讲诲人不倦学不样，搞不惯，就是孔圣人家己生命的所以咱来了解。尤其一个孔子的皮肤，尤其是一个拢毋捌看的普通人，知识真浅薄不懂得掌握问题的重心来发问，知识真浅薄无了解来掌握这个问题的重点对是啥？
灵不厌其烦。孔子呢，伊感觉讲，咱人来问问，解答上是恋爱听无，咱拢当时讲你来遮啰嗦，你来遮含慢啊，你讲啊一遍啊，你还阁听无？咱拢当时安尼讲。但是孔圣人呢，伊无讲，伊袂讲安尼咁讲，伊安尼咁讲，所以呢，伊呢一定尽伊的力量，解放问解答，所以讲正反两面来解答，属实属伪，好讲好去，对一点对，对一点唔对，你着安怎做？对做起，对结束，对做起。真可能思维立得心满意足的了解，使我这个比喻，伊的心满意足来了解，这是孔明主教育方法的伟大处，这是孔圣人教育方面的伟大处，真咱真定来学读圣人书，用圣人书。圣人啊，怎做人，咱就安怎学，学会起来做，学伫心中，做伫外口。知而不行，就是不知；知而不行，安尼咱来了解。所以，我个是讲，本册毋是看一遍两遍当了解，本册是看一遍了解。一个看一个看，愈看愈深刻，愈看愈爱看。愈看愈深，愈心得，你才感觉讲，圣人的伟大，佛菩萨的伟大绝对是这样。咱来了解，安尼呢，咱在而且忏悔，而且并根据研到过去的方面。其实呢，咱本来人是民主的圣人，这是真正的代志，而且袂使讲，所以咱本册唔通讲，迄我读过啊，啥物读？你读过了代志，迄咱的意思啊，潜移默在，咱唔通讲咱要看钱来讲，你真正要读的咯，较早我就读过啊，顶过咧读。一本三字经，咱看，人之初性本善，性中性相反，有为咱想，人之初是初八点字，性态本善是安怎来在安尼？对，伊个对头个对过来，咱就无去个研究，无去个体会，咱未完全了解。所以，知而不解，都是事情。过来，第八章，做完，洪亮不济，何不出头？我亦应乎。都不能听一天啊，等来这天刚好，因为洪亮之何出道？就是天啊，日太平的时阵，大家都要灵验的时阵。那么孔子讲，孔圣人讲洪亮不济，何不出道？我亦如都看就知影啦。洪亮不济，洪就搁再来，洪是一块德命啊！文王要平路西周，文王要平路西周，洪亮，洪亮必有第三，武帝水未当顺序，是何道出入？何出道？乐出书，圣人合法。了解何者？一个呢，大水、大洪水可以平
了解，看去来了解这个情形。哦，孔子讲，往这种信仰不再回来了啦，信仰不止，这种信仰不再回来就不了。河中的龙马，河中的龙马，你再不到辅导来出现，迄个武帝呢，我到以最有困难，伊才会用这个问题，所以呢，龙马带辅导来出河。武帝在好好的宏观，发现了数学的最高处，最高处，大概抵掉这个天海洪水在那里的，所以孔圣人家讲，河中的龙马不再出不再出现，我一生的理想，日本的理想。也都要常常有实验体会了，这是控制邓体了的一个感叹，所以咱进入我们的遇到困难里面，所以遇到困难，咱来想办法。过去圣人咧办道嘛是足困难啊，也毋是咱今日困难尔。孔夫子呢，去周业国办道，办甲道不能行，还种弟子讲归儒活动是小组公干，公家清楚，官家无所不教。但前伊弟子佫真爱落苦，该种弟子佫再来受教了，所以咱来了解，所以连这个弟子呢。拢是宏观内面啊，所以我从得重体，都我从行，所以很期待咱进心的电法，爱是重体，咱不是名为着名，咱不是为着伊，为着众生，为着咱的姊妹，要会当同归同源，会当为咱的二个祖师，当然咱的师傅。这是咱的责任。你问伊讲，咱以为讲咱敢有法度通安尼？不见得。孔圣人少年时代嘛是心情足贫寒的，足困难的，足困苦的，人就无人做。所以呢，我这朋友甲我讲，无人心全都业一业就，心全都一道心。你着把皮了，这两句话，伊甲真正嘛个所以心爱这个年龄，你搁唱偌济词，人开头了。莫讲唱足济词吼，惊伊损去唔识，咱都会当背就好啊。定爱为咱的未来，为咱茫茫渺渺的这个前途。开发一条真正公平的大道，所以咱千万听人讲，这本书人讲，属你西方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这句话较有爱记。这本书咱为你大情，父母的大情，孝顺的大下，咱的这本书，咱记了西方一条路，不然记了西方这条路，佫有光灯，佫有灯光照耀在眼前，佫直接，因无灯，甲咱接咱的灯光灯，但是嘛，咱有福气无？我也是。真正福气，所以唔通搁再恋爱，唔通搁再看后天遐个咱唔当，后天是你接的尔啦，你甲想较特别，话呢是全开讲义啊，
咱的时阵不可以大三顿，无犯世我讲嘛，在来出世无半死，双手嘛感觉，踮在世间那面茫死，江山百败，有影无？啊，想者彻底有影。阿公阿妈拢转去了，阿祖阿妈拢转去了，伊有大三顿无？无顿，大三顿，所以咱爱放下了一切，心中得。我跟你讲，心全有道，你后日道一定会成，无迄个心全有道，道会成的啦。哦，所以进单一些暗中间，多数有上年纪的人，哦，还能拼什么呢？你就该安尼想，我还有啥物咱通拼啥货呢？我招我调我一个几个人。真若要久了，要爬起来，较侪这个脚头都往酸啊！真正有影啦，咱这个头真正拢会酸啊！若行上久哦，行倒会拢袂掉。咱倒来三面孔，你行拢惊死呀，拢惊过。到尾啊，惊4年，真无法度啊，惊3年。哦，要嘛是着行，虽然讲惊3年，嘛是着行。除了落雨以外，无去以外，我想讲要来咱遮，咱即无袂当来无去以外，逐日嘛去行，会早行一遍嘛，会早行一遍，下晡行一遍，哦，行就要练，愈无行骹愈硬话，愈无行，即个筋路愈无咱呢，即一定道理呢，哦，只要看因呢，在行也要求验呢，不时阵在行，不时阵在行，在行安怎？毋是咧抓心酸的呢，哦，咱了解，体会社会，人间就是安尼。人讲一日3年，3日9年，9年成。咱讲就是安尼啊。哦，我一个朋友王和平先生，一练拳头啊，哦，伊下习惯练了偌好呢，眠时拢无可以去困2床，拢困伫医疗，拢困伫医疗，无去困2床，拢困伫医疗。要练成一个后天的功夫，安尼呢？我何止讲咱是要练成一个佛菩萨，一定爱去加强咱的脚步，哦，这语来一种是孔子的，从是孔子感想，哦，当世无有圣人的明君，自己用世行道。伊生源已经无希望，过来是哦，孔子迄个时阵已经交代过，迄个时阵无真正搞明君，迄个时阵周朝每年元年呢，天下大乱啊，哦啊乱世就无明君啊，啊无明君呢，伊就无法度通照明君来行道，啊无通照明君行道，迄个时阵呢，就无啥人要信道啊，哦，咱了解，心意。候鸟子而出道，是古代相传圣王在位，哦，天下太平的上髓。候鸟子而出道，就是你的道夫在要大开宫殿，哦，圣人在位的时阵啊，哦，天下太平的上髓啊，哦，大道要宫殿，大道要宫殿，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之太平，有这个看。来学这个家庭，拢会做快乐的，会做快乐。我，你讲到这个咱就，我兄弟，我兄弟，毋捌一句烧骂，毋捌一句烧顶嘴。阮老爸若讲这，阮兄弟拢毋敢讲。哦，所以呢。阮兄弟像安尼，拢逐个拢足好顺的，足好好的，哦，所以咱来了解，道的宝贵，我拢把这体会，道的宝贵真正宝贵，所以都伫咱的家中，咱家中若有道，逐个拢看这个目标，毋敢做，安尼做为做了阮阿兄的这个心意，就无采阮阿兄细汉对我遮尔咱的好，哦，所以咱了解，了解这个。哦，
是少着处相随，以引出名王不应，我都不能免的感叹。孔子呢是少着这个洪亮之而出道的这个经验，的这个经验，少着这个相随，这个安详甲随来引出名王不在不应，我都不能免的感叹。这是孔子出去办道遇到困难，转来遇到困难转来感叹，归离的感叹。所以咱咪安尼，咱咪爱想，遇到出去修办道遇到困难，转来厝里爱想一想，回想一下，我怎么办不兴起来呢？当人家办得那么好，要我为什么这样呢？咱该想，我讲过是啥样讲啊？你好。咱就该想，该想大代志，一定要家己想，啥物事不想？自己不想，谁要替你想啊？你这样你得来注意，虽是先天的道理，但是包含了足奥妙呀。你自己不想，谁替你想？你自己不做，谁去替你做啊？咱唔修，嘛咱的囝，咱的孙来修自身都必然去做成招生。有这个问题我唔对，但是你爱想讲咱的囝有法装修无啊？咱真正本身日报读，日报中唔摕报出来，嘛咱的囝摕咱的囝讲，阮老表就唔摕啊，摕这可能红本。即摆咱的孙女讲。是阮老爸都唔摕啊，阮阿公、阮老爸都唔摕啊，只有阮人口会歹去哦。你举这大股等下到袂会去，举这你等下讲啊，一个食当。到尾也毋是咱讲嘛，想一想，咱就该想，想愈长，咱大愈有将来。我讲这物咱讲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就来远虑，想迄过，想迄未来，这个。一口气人来变成安怎样？上对迄个未来，人生才是快乐。这是真正的。所以孔子成东东周的时代，孔子出世是东周的时代，周室之贤德已经衰离啊，周朝的贤德已经衰离啊。文王、武王就讲先。文王、武王就讲成王迄个时阵已经一人过去啊，已经一人过去啊。天下的诸侯纷纷焦躁纷纷，天下诸侯大家要做法，你看，即马在选总统，大家要出来选，大家要出来选啊，这毋是两组要出来尔，后日我得甲4、5组、5、6组嘛，我得甲啊，要会得做新党，我是甲你讲。我比咱家己啊，就上过来做总统好，唔对啊，做总统做好个啊。你唔管你我都无，你迄个命无。安尼是，我家己死嘛，人家有半斤啦。真正代志啊，事实就是安尼。咱讲的话话拢要留互咱想的，咱就去遐想。所以呢，精义不彰，骄横精进义都不彰啊。所以孔子叫关怀救世之贤。精义不彰啊，所以孔子甲关怀了救世就贤啊。这个时阵就是安尼啊。所以精义不彰啊，咱的道亲，咱的前贤，咱抱着了，排着这个道的这个热情啊，咱这个热情排着道底，国外开放啊。毋是看我咧，毋是去遐收咧，你嘛讲因去国外拢去咧开便钱咧，去遐咧开骨头出来咧，咱来了解，咱来清楚去体会，真诶去体会，袂使无去遐想。所以孔子啊，为了救世这热诚，去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望采用他主张。礼仪甲人情，所以去周游列国，
去到每一个国家去用骂啊，去用跪啊，哦，跪到无饭通食啊，哦，所以，所以呢，伊就是安怎样？伊风跪风家己骂拢无要紧啊，含听过路咱都较扫哦，讲伊个骹步拢是倒，所以呢，采用了伊主张的礼仪甲人情，伊是希望去优选列国诸侯，所有列国的诸侯会当采用伊的主张，伊的主张啥？要用礼仪甲人情来建立当时的社会。啊，咱进去列国得开放内政啊，所有列国兄弟姊妹了解道的宝贵，啊是用这个道的真理，所有的社会当平定，这个是咱将来要出的大家的抱负啊。亲自实现改造社会理想，讲圣人要亲自实现改造这个社会理想啊，但是孔子呢？真无得志，因为伊个人爱时啊、分啊，到无？咱若看三国，孔明先生叫三国叫请出来，水镜先生对后壁来，伊就出去啊，水镜先生出来来讲孔明、讲诸葛先生啊，得其主不得其时啊，得着老弟是真正真自然，但是三国都无该归老弟啊，三国是要归司马懿啊，该是归司马师啊，司马归司马懿啊，爱一时一情，虽然真在办到是足困难，咱的经验足困难，就是这个情形啊，无得到真正是得无到，所以呢，大家去办到无咱讲真正拢主动做那什么呢？咱较想，咱人拢要掠去掠，这掠讲啥？有影咱拢共产党，咱拢啥？有影无一切啦，了解，所以咱孔子呢，但是孔子真无得志，管理以来，甲管理呢无得志啊，管理以来，所以办了，真正是足辛苦，足辛苦，等来看到天下混乱如故，看到天下原来是这个情形啊，亲知自己，言不容易得罪。伊啊深深了解我讲话拢无人要听，我的道拢袂行啊。虽然真出个办道，兄弟姊妹等下同时嘛安尼想，我叫你做，你拢唔做啊；叫你安怎做，拢唔安怎做啊。这就是言不用，道不行啊。所以免烦，是就是安尼啊。咱就尽量就好啊，尽心去做好啊。所以才发出这样深入的慨叹甲感伤啊。所以呢，伊到深深的感叹，慨叹甲感伤。论语内面咧讲啊，论语中常有类似的语气之言啊。论语内面的思想，阮话走出来啊，从木我低摇，我真有走来走去拢无人知影我的心啊！咱进去就开放有啥，毋知影咱的心无？少啊！你敢问我咩？唔见前年才出去开放内政的人，敢有几个人知影伊的心？少。木我低摇，都不能成物也。讲圣人就是伊搭搭怎么讲？都不行啊，成物也。我都办袂行呢，我要到底摆啊，坐到海唔去浮啊，看卖老母对就该死到海唔要紧啊，伊话小见，要祈求伊啊，中原我当大要去住烦难所在啊，所以孔子壮年时的，但壮年时的孔子
是武士跑着用蛇形刀的一光啊，咱来了解。壮年时代孔子呢，是要这个时阵要抱着这个伊要用蛇形刀的这个光啊，咱进前咱这前人讲是到这个时阵不时阵的时候讲，我有咧对开放袂使啊，厝住袂牢啊，住厝平安啊，住厝快乐啊，有囝有孙啊，有媳妇啊，有囝来友好啊，毋过呢，伊爱遐个，爱顾爱事物听，敢会重视了解得来实情啊，这才是重要。所以他赞伊太极是讲会理约自比啊，伊家己讲我是一位我是一款足宝贵的药啊，是安怎无人将我即个药大家拢将我即个药当做石头啊，可惜是可惜真是无要负荷啊，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啊。伊家己的理想呢，我当时的，所以顾亲谈志，所以他不是准备拖大腿啦。当然，正因如此，才使他转为教育3000弟子啊。拄着这款困难呢，伊正只要我个人办得当来落苦，将伊种弟子做一个倒来，搁再来伫遐教导弟子。教育弟子3000啊，并重视古代文化的整理啊，重视古代文化的整理，将道深藏其中啊，将道甲藏人内面啊，造成对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伟大成就啊，就是咱进我都能找到真道啊。咱若无一定来教育弟子，将道甲种伫论语内面呢，种伫经典内面，咱要去找到对道。遮久啊，送过是毋咱送会知，知啊，来了解。这个什么人写书记的？伊搭写一条规互别人来讲。种竹名山，我写这本书记呢，有人知影。我甲唱的唱云名山唱的，甲后日个人互伊出来，咱知影讲，中国的历史史记就是安尼啊。所以一句话，不千年啊，甲这也不老。种树名山以太平城。好些年迄个时阵，周立国我都将道办充满了天下，伊嘛是安尼啊。敢若陕西书定礼啊，春秋将道深藏伫经典内面啊。互咱后来人较去变异，伊安尼变出来啊。无自主是伊得着送的新团，自己得着送的新团，无啊。你话自己遐聪明，因老爸讲鱼啊天呢，我讲鱼啊天呢，天的底面啥货？问老爸讲天的底面是啥货？所以自己老爸。伊也讲不足思维，讲你嘛看这囡仔呢，真毋是普通人，不足思维，你嘛看伊，是话咱这个是，正道足版宝贵种植伫这经典内面，咱好好去甲看，好好去甲找，好好照伊行，咱后日免提到，这是上天真正。因若等去会真宝贵，会真物件来做。来，第9章，注言在水讲，注言在水讲，渊以雄讲，故讲，见之，虽小必作，各自必出。将是空性人，教咱变成做人。而真世间足容易拄到这个代志，咱修道方面呢，咱应该爱注意起来，
看到啥货呢？看到穿松服的人，看到地大顶无穿套装的人，看到青面的人、目睭无伴的人，哦，咱若去拄着，虽然是少年家，可是呢，哦，咱一定要有动作，一定要有动作。看到迄个穿松服的人，咱的怜悯的心来走出来，可怜。看到还袂几岁，真在咧穿哦，看到穿像像讲穿大衣大裤的人、了的人，咱来讲哦，该尊敬，伊是国家的重要的人物。看到目睭无伴的人，咱来尊敬啊！现在做安怎？这世人爱受到苦的，咱一定来恭敬。所以属于小民族，就是少年家，咱一定爱领导作为，何其必出！要为小相亲，咱爱行紧的，走对面头前路，咱爱行紧的。哦，这个可以啊。所以就这样，孔子人看到这前后方的人，东关的人，甲前面人，对无？要有见面的时阵，这属于比较较年轻的，一定来行起来。哦，将你面前顶过一定来行紧的，表示。哦，他们谢谢。哦。谢谢弟子给前道公、公道公。谢谢。感恩啊，谢谢。